佢係乜水呢？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。唉，算啦，俾夠3分鐘你都未必 Google 到。而家冇人識你啊！人起朵你起朵。涉毆打的士司機向右搭朵話：我係向華強個仔啊！我要向右還是向左走？係啊，兩位都係名電影人向華強嘅公子，無奈細仔呢冇拍過戲，又真係冇大佬咁多人識嘅。但因為冇人識而惹官非，又好似有啲無謂咁啦。事緣舊年9月19號晚，姓張嘅的士司機公稱喺朗豪坊接咗向右同佢女朋友上車，對方話想去上環，但司機唔熟路，咪叫佢哋喺奧海城轉車咯。點知向右即刻講晒粗口咁，司機都驚驚地啊，將個車 cam 擰轉影後座。後嚟向右拎咗張回鄉卡出嚟，拍司機塊面叫佢睇，但人家都唔知佢係乜水，咪買佢怕，停低話唔敢載咯。司機仲話向右講完個電話，就喺佢耳邊講：我係向華強個仔啊！即係全香港最大家族嘅龍頭大佬啊！之後向右就挨前，右手捏佢頸，左手扯低車 cam，同打咗佢塊面7、8下。司機落車揾人幫手報警，經過向右身邊，仲再食多一錘。驗傷顯示佢鼻梁同面都受傷，不過庭上播翻嗰條車 cam 片，就冇錄到嗰兩句搭朵嘅說話，淨係聽到司機好似回應緊。咁啊點啊？你係勁就唔驚啦？我問清楚你講咩？辯方就質疑司機老作，話如果搭朵係真，點解唔係反問？向華強個仔大晒啊咁？司機就話只係因為太細聲，同驚咁講會辣興對方。咁查實條車 cam 片都顯示，向右上車冇耐就同司機就拒載問題嘈起嚟，勁有火藥味啊！辯方更加指司機曾經批爭，搞到向右受傷，但司機係否認。而自從向右拉低車 cam 之後，襲擊過程都影唔到。否認毆打同恐嚇等3條罪嘅向右被裁定表證成立，案件今日結案陳詞。